嗱，嚟到元朗最高嘅單位，但係呢個位置咧係公家地方嚟嘅，屬於發展商，大家唔可以用㗎，千祈唔可以用啊！單位咧屬於頂層，所以係特高樓底。呢個位咧就最適宜做翻個鞋櫃啦。今次咧我哋嚟到優柯克6座嘅頂層，嗱6座同8座咧係得呢一個單位係4房啫，冇聽錯啊！1000個單位入邊咧係得呢一個係4房嘅咋。如果大家唔熟呢邊嘅，係喺元朗站 C 出口行過嚟咧，行商場大概2-3分鐘就可以入到屋苑。依家你睇到嘅就係現樓交樓標準，到時交樓俾你嗰陣咧就係咁嘅樣噶啦。呢類型單位咧唔係個個啱嘅，有興趣可以打666，我可以俾啲資料你。呢個就係全元朗最高最靚嘅景觀，同大家睇下第一個套房。呢個房咧就有個平台喺度嘅，但係咧係屬於公家地方，所以唔算喺實用面積入邊，唔可以用嘅。但係發展商咧都好貼心啊，佢幫你去裝修好晒啦已經。咁佢有4房雙套啦，呢2個咧就係細房。咁我哋主要睇下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方面咧，佢有自己嘅衣櫃位啦。你可以當做衣帽間都可以，咁呢個景觀咧，亦都係如果你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，全元朗最高嘅地方，只有你望人哋，冇人望到你嘅。如果香港樓市有咩特別消息咧，會同大家分享，記得關注同埋點讚。